花莲高湾派出所警察车行中道，要移送早期通缉犯去到分局时阵，锁伫咧台九线顶头，将有可能是落雨天涂骹伤过骨啊！规台警察车就失去控制，弄到分界岛。车顶去的时阵呢，是有2个警察含一个检官，所以因为这细林通缉犯伤势伤过严重，当场就无喘过心跳，送病院了后，有关是救不回来。监视器翕到台九线落大雨，车辆经过喷出水，也毋过这台警车煞突然失控，高速弄到路中央的分界岛，导连电火条啊也互弄歪，看到民众赶紧来斗相共。现场路苍苍，零件刷到规涂骹，弄的力度真大，事故警车完全扭曲变形，警消告场赶紧救援，车顶2名警员身躯真侪所在受伤，其中细粒警员正骹骨头支去，细林通缉犯是伤势严重，当场失去性命现象。现场的时候有一名伤者，还有1名警察受困在车内。犯人的部分，他目前状况是 OK 而且有脱出那个开放性骨折跟创伤的部分。当伤的通缉犯紧急送医，也是死亡。这个事件发生在23中道，迄当时，这台花莲新城分局高湾派出所的警车，当要移送县林通缉犯登去警察局，也毋过驶到台九线176.6公里的3站路段，煞疲练失控，造成意外。因为雨天道路积水，导致车辆打滑擦撞中央安全岛，那造成车内人员受伤。那3人分别送往慈济及花莲国军总医院。那至于肇事原因，尚待警方厘清。迄当时因为受到风台影响，花莲落大水雨，塞车时对视线影响真大，路边也全拢是积水，敢是因为水漂现象，还是超速造成意外？警方后手会调查厘清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